咁呢個長沙灣墳場咧，除咗樂蒂小姐之外咧，比較近代啲就係藍潔瑛啦。因為佢同我啲親戚嘅位置比較接近，因為已經後期咧都主要係火葬啲骨灰位嚟㗎啦。好少再有土葬㗎啦，嗰啲比較古老啲。藍潔瑛喺呢度嗰個成日都有影迷嚟拜喎，有啲大陸嘅影迷咧拜完就上傳到啲小紅書微博咁啦，係比較難得嘅，因為呢啲就係重遇住一啲電視節目好似大時代呢啲深入民心，流傳喺網度，今日仲好多人仲睇，就呢個就爭好遠啦。咁變咗一個演員咧，佢死咗之後，可能比生前更加受人去關注呢度一直以嚟都係㗎，比較多你睇到啲花睇到應該啱啱啲新啦，粉紅色呢啲啦，係嘛？其實平時我哋每年都會嚟墳場咧，都留意到藍潔瑛呢個骨灰位一定有花，甚至有啲紀念品，有啲影迷會擺喺度啦嚇。好可惜啦，有時每個人嘅生命好難去預測嘅嚇。